了半个小时了，马上给我滚回来开会，会议室。还给我拖上！我们是马吗？我们？哎，谁是马呀？哎，你那个什么时候约李律师？也行了，你们俩那个什么，随时都可以约。他给我发了封特长的邮件，在我那个邮箱里面自己看看吧，先。放心，我们会打印出来好好看的。还在认真学习呢。谁打扰我？看到恋爱法则最重要的地方。您看，好好看啊。这个律师有问题。我早说过他有问题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他不是伪君子，就是一个衣冠禽兽，打着法律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，挂羊头卖狗肉。嘿，你还别说。还真有买他的狗肉的，而且吃完了之后还汪汪汪汪到处咬人呢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，尤其是你，就你刚才那些言论，我就可以告你诽谤。哟喂，你可别吓唬我，可吧？告诉他这律师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是。东边刚才那番言辞是有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的嫌疑，但是他说出了非常重要的疑点，那个律师是个衣冠禽兽。啊，他真的是个衣冠禽兽啊！不可能，你们俩一定串通好了。他衣冠禽兽，干嘛还要拟定这个恋爱法规啊？他那天晚上就可以把我给活吞了。他要是衣冠禽兽，那全世界的男人那都是散养的。淡定，淡定。就是因为这个恋爱法规，我才判断他是个衣冠禽兽。咱们国家有婚姻法，他干嘛自己拟定一个法规呢？婚姻法那是具有普遍意义的，我和他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闭嘴吧你！我看你已经是被他给蒙蔽了。那我不能有申诉的权利吗？哎，你们看，他这字里行间都掩饰不住他一颗骚动的心。他写这部恋爱法规，就是为了把他卑鄙的行为合理化。对，他太卑鄙了。有了这个恋爱法规，就算是他对你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，你都像哑巴吃黄连，完全说不出理儿来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哎，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，就算是真的怎么着了，那也是心甘情愿的呀。不打自招了吧？我们可都是为你好啊！你可千万别好赖不分啊，到时候有你哭的份儿。哎，如果你要真是你情我愿的话，那我们就考验考验他吧。你当每个男人都是欺民风啊？个个都得考验啊！真金不怕火来炼。我觉得东边说的话靠谱，可以考验考验他。怎么考验啊？喂，你好。先生，你寂寞吗？我不寂寞，你谁呀？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受伤的女人，要是有时间的话，能来陪一下我吗？我是一个你伤不起的男人，对不起，我陪不了你。先生，你能感受到我剧烈的心跳以及我冰凉的身体吗？我只听到你气喘吁吁的声音了。先生，好听吗？哦，先生，难道你不想看到我的身体吗？你不想抚摸我的身体吗？我的乳房丰满又柔软。我考虑一下吧。我真怀疑你是机转式的，那电话打的那叫一个浪。他竟然侮辱我的人格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是有身份
的人，我是一青年女企业家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那还不是为了你好呀！他侮辱的不是你，是刚刚打电话的那个风骚女人。那还不是一个人吗？还不是你出的骚主意？让你受委屈了，律师怎么说的？中计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还义正言辞的，后来就有点招架不住了。他说他考虑一下。切，那不等于没有答应吗？他考虑一下，也有可能是拒绝。我不这么认为，他也有可能是考虑接受。要像我们家大伟那种正人君子，他一定会说不要骚扰我。你说的那是过去的杨大伟，换成现在的杨大伟，他早说，Oh baby, I'm waiting for you。不可能，大伟除了我不会跟任何女人这样的。听人劝，吃饱饭啊！哎呀，这爱情啊，简直经不起一丁点的考验。男人都怎么回事？你好，警察同志。我们今天暂停营业，您要吃饭的话，马场周围还有几个不错的餐厅。我们不是来吃饭的，我们是来办案的。对不起，我们进去了解一下情况，请您配合一下。好，请进。警察同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接到举报，怀疑你们这里有人提供色情服务，你们谁是负责人啊？我是啊，但是不可能啊，我们这里是合法经营的餐厅。报警。服务员呢？今天暂停营业，所以服务员跟厨师都回家了。到底是谁举报的我们这儿啊？举报人的个人信息是保密，这个你就不用知道。不用保密，是我举报的。警察同志，调查怎么样了？正在进行。走吧，带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这两个人是谁啊？他们是我朋友。哎，闪闪，你也在？李志啊，你们认识？哎，他是我朋友。怎么回事？我可能有点误会，警察同志。对，误会。你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扰乱社